在我们上场前都有跟我们喝一些葛根汤。我们照理说喝葛根汤之后，葛根汤是后来才做，刚刚喝的是副食理中汤。真了解中药补品资深的艺人台志源正重视养生，想袂到讲这款习惯，和不少厂商利用去。网络有伫流传一个台志源的广告，讲时常熬夜拍戏，压力真大，拢会落头毛。后来讲用中药的生发做半个月尔，发真侪新头毛出来，真明显是模仿伊的开口写的文章，已经提出告诉。联结金于境外，警方已函请刑事局协请脸书公司下架该不实一页式广告。利用艺人来诈骗的未少，要一个苦主就是伊。伫花莲跨年演唱会成功复出的罗志祥嘛，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油钱树。特别伫 IG 公开这个消息，佮写骗子骗钱、诈骗等等，看一个真，发现讲对方以罗志祥的名号卖贵宾卡，一张讲爱500块美金，和罗志祥赶紧写文章提醒民众，千万唔通互人骗去。利用网际网络来散布这些没有得到艺人许可的这些广告，使得一般的社会大众误信而给予募款的话，是依照刑法339条之4的规定，是可以处以加重诈欺罪。律师表示讲，这款的行为相当会使判7年的有期徒刑。诈骗集团无将艺人去讲骗，只能提醒这些民众爱较谨慎的，目睭爱背好金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